关心教育部进前有公布讲，3年读大学，1年去做兵，不过这是引起议论。国民党的侯友宜就批评讲，这是要让少年的赶紧上战场。也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，这个政策并无强制，学生囡仔会当家己自由选择。有专家是表示讲，本地大学读4年的课程，总共要伫3年内读煞，有可能有困难，因为学习的品质要兼顾。就像院长所说的，游艇真好啊！行政院长陈建仁日促销发到有功人士团体颁奖典礼，严格外界关注大学朋友。3加1方案有啥物配套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更加质疑，想要让少年人赶紧就战场。陈建仁宣布，唔通看一个影生一个囝。让所有的年轻人在所有的大学课程的选择当中，都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并没有强制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，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这些措施也跟各大学来做过这方面的讨论，完全都是由学生评估之后做了这个选择，我们采取支持的措施。教育部建议提供经费引导大学协助学生完成越南专案服务。目前规划放宽每学期相关学分数规定，放宽校内授课申请条件，放宽跨校选课学分上限。每有一位专案学生，补助公立大专院校6万，私立是12万。专家认为，完成规划4年课程，改第3年来完成，要兼顾学习品质，恐惊有难度。4年制的大学对学生来讲，是比较一个完整的学习的一个循环。固然可能少数的学生会做这个选择，但我想对多数人来讲未必那么容易啦。林碧仪表示，大学第4年真侪学生会排较少的课，都是要安排时间到业界实习，也是为继续升学做其他准备。就算是压缩时间到校外授课，也是服役，也是可能会影响部分学生完成的规划。虽然不是强制硬性要求，不过有关烦恼会造成学习上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